我们先下来啊！哎 ，Hello， 不要顺便下去啊！南宫管。 较细人咧，甲咱翕相咧。谢谢。2020年10月23日至25日，台湾南投集集镇国寺隆重启建为期3天的世界念佛救地球大法会。来自北中南各地区的莲友纷沓而至，参加信众人潮踊跃。在所有法师莲友合作无间、紧锣密鼓的筹备下，法会于23日上午9点正式拉开序幕。教有真言，金刚持诵，由主法和尚广心上人率领全体4众弟子，诵持大悲神咒严净坛场，并制成招请，受超仙灵莅临坛场，听经闻法，接受法义。洒净功德圆满，大众齐聚佛陀设立世界和平塔，共同念佛，将此功德回向祈求世界和平，灾消福至，并由广心上人为大众介绍净土念佛开始修行的道理。阿弥陀经告诉我们，
一个人只要你真诚的念佛，不管是1天、2天、3天、4天、5天，那你真诚念佛，那么在面对的死亡，临命终时，怎么样？阿弥陀佛，已诸圣众，现在其前，那么让这个人呢，念佛的人心不颠倒。在座各位，同时，在这场法会当中，我们将世界各地4众弟子完成的100万念佛单，恭送至佛陀设立世界和平塔内，永久典藏。1张念佛单，100万声佛号。这场活动自2015年推行至今，跨越国际，将弥陀名号遍布世界各个角落，汇集了数以万计的念佛单，只为在这天灾四起、人祸不断的时代，将善念凝聚，祈求世界和平、人民安乐。其功德殊胜，可谓难思难议。一心要来哀求诸菩萨，良天护法，会当怜悯。即嘛目前全世界各国拢因为肺炎这个病毒的传染，长时伫发烧，造成了咱整个世界当中有5000多万人来去感染。佛啊，佛，请你注意。听到地主中顶的心声，请你来同情，请你来怜悯，来化解，或者所有天下间一切灾难，拢会当得到控制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佛前一盏灯，祈愿佛陀的光明赐予我们智慧，照破一切无明痴暗。更为了此次世界疫情祈福早日平息，带领众生走向光明。抓好哦，抓好。10月24日上午，众人于佛陀设立世界和平塔，释放平安气球，将印有弥陀光明名号的气球释放到空中，让名号的不可思议威德神力充满虚空，祈求佛陀慈悲庇佑，保佑人民吉祥安康，各国丰饶和谐，世界和平共存，正法永驻世间，众生皆得成就。5、4、3、2、1，愿此特殊的一切手的万和光普照，祈祷护国佑民，一切苍生皆离苦得乐。愿佛陀的光芒爱洒全球，核心信愿行，让清净的光芒遍耀世间，愿天下无灾无难。我们的献供人员总数362位，有18个团队，期待我们的努力能够上达诸佛厅。现在献供大典正式开始。百花献纳黄金殿，花开花谢占金莲。众所瞩目的献供大典，由正国寺常住法师代表以及医师组和教师组
所组成的3师团队开场。现场有全台湾北中南各地区联友代表参加献贡，庄严坛场。此外，亦有越南代表队身着华服前来参加。所谓佛法从恭敬中求，以虔诚之心供养，礼敬诸佛，功德利益殊胜难伦。这一日，弟子们在大会中特别安排了祝寿桥段，为广心上人庆祝寿诞，诚挚的恭敬与祝福，令广心上人感动不已。下午则有义工颁奖典礼，为了鼓励受奖者们长期以来为佛教无怨无悔的付出奉献，不惜牺牲时间精力护持三宝，视为大众楷模，广心上人特亲自颁发奖励，以表感恩之意。颁奖典礼后，由法师及莲友们带来的表演活动，为大众带来欢欣法喜，会场活力四射，热闹非凡。10月25日凌晨，所有法师与义工联友开始着手为今日的供佛斋僧大会做准备。香积组的人员更是从凌晨3点就起身忙碌，大伙儿不为劳苦，只为让活动顺利圆满，成就这场法界盛事。上午，所有来自全台湾各道场的僧众，逐一来到镇国寺，齐聚一堂。这场法会千僧云集，除了是前来接受应供，为大众广植福田，更是为了让世界和平，法界众生安乐，共同念佛祈福，凝聚众善之力，借助斋僧殊胜功德回向，至诚祈求佛力加倍，化解世界灾难，降福于世间，导归和平，唤醒人心良善，迈向光明未来。佛法的相会，我们的法会才有真正的意义，那核心的价值才能凸显出来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同时，为了所有本次法会受超亡灵，主法和尚广心上人升座开示，
为十方法界众生介绍世间真相以及弥陀慈悲救度的了脱生死之道。在面对的时候，当时无常现前，你根本一无是处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明白，原来生死这么可怕。幸好，不幸中的万幸，我们知道有阿弥陀佛的救度，慈爱的父亲随时在等待着我们。只要你相信，愿意念佛，他就非救你不可。任何人他都不舍弃。所以，而法会中大众发心的3000多桌超度贡品，也将于会后捐赠给各地方的公益单位，帮助弱势人民缓解困难，提供生活紧急所需。法会功德圆满，由大会功德主代表与居士联友虔诚共僧颂圣，与会大众皆法意满载，法喜充满。感恩所有参与的法师及联友。虽然这场法会已画下句点，但是诸佛菩萨接引众生的脚步仍在持续。弥陀悲愿永不停息，祈愿天下灾难瘟疫消弭，善法弘扬，川流不息。南无西方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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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西方。